Hey Siri，我平時打波之前嗰個體能 supplement 係點 work 㗎？開波前1個鐘，阿 Matt 會食佢嘅運動體能解鎖營養補充品。體能解鎖補充品嘅水解酶同維他命 B 配方，好快就入到血管，直接去到每粒肌肉細胞入面嘅發電廠。到咗40歲，呢啲儲備消耗得比25歲嗰陣快好多。呢個正正就係點解佢以前打足全場都唔累，而家去到第3節就已經喘晒氣。體能解鎖補充品喺比賽開始之前就幫啲發電廠叉足電，同時鎂質亦開始喺對腳發揮作用，支持住佢每一次落腳、變向或者起跳搶籃板嗰陣嘅肌肉收縮。唔夠鎂就係點解一個40歲嘅人一開波對腳就覺得冇晒貨。比賽途中每一次衝刺、每一次跳躍、每一次防守橫移，都喺度瘋狂燒緊能量。維他命 B 為配方，持住個系統高效運作，去到通常開始跌 watt 嘅第2同第3節都仲撐得住。與此同時，打足40分鐘籃球會產生巨大嘅氧化壓力，自由基正喺度即時破壞緊肌肉組織。體能解鎖補充品入面嘅抗氧化劑同 NAC 抗氧化劑嘅原材料，就喺自由基形成嗰陣將佢哋中和，減少每次攻防所累積嘅傷害。完場雞聲響起，經過40分鐘嘅變向、跳躍同身體對抗，對腳塞滿晒發炎嘅代謝廢物。平時呢啲廢物需要48到72個鐘先清到。呢個亦都係點解一個40歲嘅爸爸打完一場激戰之後，會連續2日條命好似散晒咁。體能解鎖補充品入面嘅蛋白水解酶 Proteolytic Enzymes 就幫呢個過程咁快進件。佢哋分解被破壞嘅組織廢物，快啲清場，等肌肉可以早啲進入修復階段。第2日朝早醒嚟，對腳唔再好似中咗水泥咁硬邦邦，佢已經諗緊下一場去邊度跟隊，而唔係休息幾日。呢個就係體能解鎖補充品的好處，希望都會幫到你下次落場打波。加油，Bro！